大家好，我係家俊 Jason。Jason 今日嚟到中山坦洲中澳春城啊！嗱，好多港澳朋友咧都好熟悉呢個樓盤嘅啦，亦都咧好多港澳嘅朋友咧就選擇咗呢個樓盤。如果換翻喺16、17年甚至18、19年咧，我諗會更加多嘅澳門朋友咧揀咗呢個樓盤，因為當其時咧坦洲咧就好幾個樓盤都有港澳直貸，甚至咧就我哋澳門嘅朋友咧往返方便啊嘛。嗰陣時未修路，成個坦洲同埋珠海嘅路咧並不相通嘅，但係嗰陣時大概都係20分鐘嘅路程。而家咧坦洲大道咧就到翻呢一節咧已經係開通咗㗎啦，所以中澳春城喺任何時間段咧15到20分鐘咧都係能夠到拱北關口或者係港珠澳口岸嘅。你坐的士係20零蚊嘅啫，甚至中澳春城咧有港澳直通巴香港直通巴90蚊去香港荃灣太子而家咧就喺小區門口咧就可以搭到車㗎啦，所以咧就比較方便嘅。今日嚟睇嘅就係我哋嘅5期44棟。睇翻小區嘅園林先。花園咧佢唔係話做到好豪華，但係咧就乾乾淨淨幾企理啦。啲綠植咧都好舒服嘅，咁因為畢竟中澳自己嘅物業咧就做得係比較到位嘅。咁我哋睇嘅係44棟，成棟樓咧都已經係睇晒㗎啦。咁佢所在嘅位置咧其實係位置唔錯嘅，我覺得正前方朝南咧有70幾米嘅一個樓間距，背後朝北面咧佢就係河堤啦。咁甚至係對面嘅一塊農地農田。咁雖然唔係話乜嘢靚嘅公園，但係咧佢冇太多嘅遮擋物。咁你喺室內，其實喺無論我哋坐喺客廳或者企喺露台嗰個觀景咧，感受咧係好舒服嘅。最起碼就唔係話高樓密集嘅呢一種壓迫感，因為大家翻到嚟大灣區置業退休度假，其實係追求一種舒適啫。我哋而家嚟到咧就係佢嘅入戶大堂位置咧，出邊咧係有一條我哋嘅輪椅嘅呢一個嘅通道嚇。咁再過翻嚟咧，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信箱位置啦。不過而家咧就好少用到㗎啦，基本係收樓通知書或者係有部分嘅信用卡嘅通知啫。佢就係我哋嘅人面識別咧，就係入戶嘅。入翻嚟就兩扇嘅呢一個金色大門啦。因為而家就冇擺梳化嘅，以後呢一個位置咧就係梳化嘅休息空間啦。再過翻嚟咧，佢成個層高咧係去到5米嘅。咁我哋睇翻啦，呢度係做咗塊我哋嘅背景板啦，岩板嘅背景板啦，成個空間都係其實比較舒適嘅。咁夏天嘅時期咧，佢係會有空調嘅。入翻嚟咧就係兩梯5戶啦。過翻嚟咧，呢面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嘅電梯間啦。今日要睇嘅係佢嘅實體交樓標準，81平方嘅3房朝南，以及係89平方嘅朝東北嘅3房同埋咧我哋02、05戶型嘅呢一個大4房南北通雙露台，總價咧係2房120萬左右，最後剩低3套26、28、29都係高樓層。咁3房咧總價大概89平方，大概130幾萬。如果呢個4房咧，大概係170到170幾。咁 Jason 呢集咧會話俾你知，我哋嘅02同埋05戶型嘅4房兩位，佢應該如何去選擇 ？OK， 而家咧我哋就去睇下佢嘅實體交樓標準。嚟到5樓實體嘅交樓標準兩梯5戶，我哋先由細嘅睇起。咁佢嘅電梯廳設計咧就係一個 U 字形，呢個位置咧就2部電梯嘅出口位置啦。然後咧我哋一個 U 字形咧就翻到自己屋企嘅。對面呢一戶咧紅布呢一個咧係02戶型嘅120平方南北通嘅戶型啦。而家我哋睇501 81平方嘅2房，鏡頭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啦。發展商呢個位置咧留咗空間俾你做一排收納櫃同埋鞋櫃，其實佢個開間咧都去到2.5米以上嘅闊度㗎啦。所以咧到時候我哋做鞋櫃咧嗰個容納性咧
係的確係高嘅。住咗入嚟之後，一人幾對鞋咧，咁你需要有個大少少嘅鞋櫃啦。呢個係餐廳嘅位置，佢就唔局限於我哋客廳嘅一個闊度，因為咧連呢一個走廊嘅過渡位置咧，你都可以擺，咁啊其實顯得個飯廳咧會係開闊少少嘅。咁啊 Jason 本人其實都幾中意呢個兩房戶型，因為喺成個坦洲咧，你好少會見到兩房朝南。我哋先睇露台啊，你感受下呢一個開間先，佢嘅開間大概係3米幾啦，啊3米4左左右右嘅。咁我特別中意呢幾期春城嘅一個成個露台啊，因為佢做到好開闊啊。咁我哋喺香港大家都知啦，大都市你好少話推窗見景，甚至有部分可能大廈與大廈之間係會比較密集嘅。咁但係翻到嚟內地呢個地方咧，你可以有好舒適嘅一個露台觀景，吹風透氣，有部分男士食煙嘅。咁呢個位置擺張茶几，擺兩張軟梳化。你諗下2米幾開間嘅超大露台，單單呢個露台係去到接近10個平方100尺嘅。嗱望出去，仲有咧中澳春城咧喺坦洲當中咧，佢係成個樓間距咧係的確係比較開闊嘅。嗱，我哋如果到現場目測去感受嘅話咧，佢嘅樓間距係真係可以去到70米嘅，正前方嘅。再睇翻樓下，嗱攝影師俾個鏡頭啊！我哋樓下咧其實係簡簡潔潔、乾乾淨淨，就可以散步嘅地方咧，其實係好多嘅。咁啊，再加埋而家呢個春夏天咧，啲綠植生靚咗之後咧，其實我覺得都幾舒服嘅。咁啊，綠期咧已經係起緊嘅啦。呢幾棟樓咧都已經係即將封頂啦。啊，隔離仲有2棟。咁其實成個中澳春城佢嘅存貨咧就唔係好多啦。最後可能係4到5棟，咁可能都係500-600套貨嘅啫。因為佢後邊咧係幼兒園同埋啲市政設施啊等等嘅。呢個位置咧仲可以望到呢一條河堤啊。咁啊，其實佢係一條河涌嚟嘅啫。啊，但係咧就已經呢條河涌咧係喺度整治當中嘅。自己咧佢圍繞住自己小區咧，中澳春城咧會喺佢嘅側邊咧會有一條河堤公園嘅。而家見到呢3棵嘅即係百年大樹咧，發展商係唔斬除佢嘅。咁以後咧就做一條可能會休息嘅一條河堤啦。再入嚟睇翻戶型咧，我哋過去睇下廚房位置先。嗱，呢個廚房咧喺2房當中咧都係算係 OK 嘅。咁L 字形嘅一個佈局啦，3件套咧佢係有齊嘅啦。啊，3件套都係有齊。而家見到個牌子咧係華帝嘅。呢個位置咧仲有2面嘅大玻璃面，所以其實佢個光線咧係足夠嘅。因為今日係冇太陽嘅情況下，Jason出門嘅時期係落住雨嘅。而家雖然停咗雨，但係咧就冇太陽，光線咧都係夠光猛嘅。我哋再由呢一個位置睇翻，佢呢一個嘅3開間都係朝南。本身坦洲2房係好少嘅，再加埋係2個房都朝南，再加埋客廳喺坦洲係揾唔到。所以如果有2房需求嘅朋友咧，呢一個咧就係比較好嘅一個選擇啦。入翻嚟咧，佢係一個洗手間啫，做咗乾濕分離嘅一個設計啦。咁裝修風格咧就比較簡潔少少啦。我哋呢一個鏡櫃都已經幫你做好咗。佢嘅單價咧大概係14,800。目前咧呢一個戶型咧可以選擇嘅樓層咧就剩翻最後嘅3套26、28、29，最後嘅3套戶型啦。呢一個客房其實都去到有10個平方㗎啦。地板磚咧係呢一個木紋嘅瓷磚嚟嘅啫。佢唔係實木嚟嘅。咁啊，仲有呢一面嘅大玻璃窗啦。呢一個防護網咧Jason 好多嘅港澳朋友每一次過嚟睇樓都問 Jason 點解大陸會有呢個嘢嘅？放心，收樓後通過消防驗收，幾粒螺絲就可以拆咗佢嘅啦。相當簡單。呢度幾粒螺絲就可以拆咗佢，咁就唔影響你嘅觀景同埋成個美觀啦。OK，我哋再過翻去睇下隔離呢一間大少少嘅客房。其實呢個戶型佢係3房改2房嘅，觀眾朋友。呢一個位置原本都係一間長少少、窄少少嘅客房，由呢一個位置入嘅。呢度實體交樓係有面
水泥牆喺度嘅，你可以做3房都得。但係你而家做大2房，按照樣板間嘅設計，呢一側做晒衣帽間，呢面做休息嘅空間，大玻璃面同樣係朝南，仲有隔離嗰個玻璃面依然係朝南嘅。我哋可以睇翻，所以成個空間咧比較好利用嘅，大概係120萬啦呢一間。OK， 呢個可以關啦，唔該你。而家睇下最受歡迎嘅89平方啦，3房1個洗手間，04戶型。入戶呢個位置咧，同樣係有一排收納櫃嘅空間咧，但係創意示範單位係推咗嘅，剝咗咧就變成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咁就睇翻你自己要唔要按翻佢嘅一個設計去設計啦。咁你呢度推咗之後咧，就做咗個島台啦。我哋先入嚟感受下佢嘅廚房空間啦。而家就較為傳統少少啦，但係我比較中意呢個戶型嘅通透性係好光猛嘅。2個露台，出邊仲有個生活露台。攝影師俾個鏡頭。咁對面咧就興建緊我哋6期啦。都以後望出去咧，佢係一個花園嘅景觀。呢個戶型咧，佢嘅優點咧，方方正正。無論我哋嘅餐廳咧、客廳咧，都係同樣嘅開間嘅。再加埋呢個大露台，而且咧好多朋友買呢一個戶型嘅咧，就係因為佢嘅景。而家望出去咧，因為佢畢竟係一條坦洲內部嘅河涌，我哋唔能夠話將佢演變成什麼海景江景去宣傳或者輸出嘅。其實以後經過整治，我哋睇到攝影師俾個鏡頭，前邊呢台水上勾機見到嘛？呢台水上勾機咧喺度清理緊我哋嘅河堤將啲淤泥啦、垃圾啦全部就挖晒上嚟運走晒。因為咧而家咧就我哋中山政府或者珠海政府咧呢度運緊淤泥今日咁啱可以睇到呢條船咧有位阿叔咧喺度就清潔緊成條河涌嘅淤泥，因為啱啱落過水，所以咧佢嘅清晰度咧就冇咁高。有時候過嚟咧，其實條河涌咧最起碼咧佢冇異味老實講咧冇異味咁以後呢度收咗條河堤嘅一條嘅休閒路徑啦，咁你視野、空氣，其實街景係好舒適呢一個春城咁我哋可以咁樣感受下佢嘅成個視野、通風效果，再加埋咧呢一個位置，以係我哋小區嘅一個綠植啦、幼園啦、花園啦。呢個露台我幾中意嘅，呢個露台真係好舒服嘅。呢個朝向咧，但係就朝東北位觀眾朋友，佢反而89平方咧就擺咗喺東北位。咁其實咧光線咧係好光猛嘅。我哋其實室內而家都可以感受到佢嘅一個成個風吹入嚟嘅效果嘅。再睇埋佢嘅休息區啦，佢嘅休息區咧佢係方方正正嘅。咁有部分發展商嘅戶型咧，可能呢度又突少少出嚟，嗰度又突少少出嚟，係唔方正嘅。但係中澳春城咧，佢喺戶型方面，人哋畢竟佢係坦洲最大嘅發展商，樓盤最多係佢嘅。中澳荔枝花園、中澳美麗花園、中澳春城、中澳世紀城，再加埋中澳春城等等，仲有好幾個嘅樓盤再加埋佢喺中山、中澳濱河灣斗門又有啦，市區又有啦，人哋係有幾十個項目開發，所以喺呢啲方面咧戶型方面做得已經係比較成熟㗎啦。呢度出邊咧飄窗台幫你剝咗，變成咗1.5平方嘅贈送面積。同樣係一個大嘅玻璃面嘅，再過翻嚟咧就係洗手間。呢個戶型就只有一個洗手間啦觀眾朋友，咁你可以感受下佢嘅一個成個開間佢嘅裝修咧，依然嚟講佢就簡潔並唔係話豪華，但係講真咧就簡潔，因為中澳春城追求嘅係一個性價比再過翻嚟咧就係另外一個朝東嘅客房啦，依然係飄窗幫你推咗嘅。其實飄窗推咗咧，變咗嘅贈送面積咧，因為國內好多地方好多時候飄窗咧係俾你擺咗空調主機嘅，咁如果你推咗咧，就變咗你係多咗出嚟嘅呢個面積俾你擺嘢啦。再過翻嚟咧就係佢嘅主人房啦。
主人房咧都係 L 字形嘅大玻璃觀景面啦，其實同露台嘅觀景面咧係冇太大嘅區別。呢度望出去嘅視野咧，其實都係好舒服嘅，同埋成間客房我哋可以感受下啦。比較好擺設嘅，所以呢個89平方咧，佢嘅總價大概係135、6萬吧，睇樓層嚇，因為我哋呢一個係之前成交過嘅總價嚟嘅。最後咧，我哋就參觀505同埋咧對面嘅502咧係鏡像戶型嚟嘅。咁可選擇嘅樓層仲有，因為畢竟咧我哋嘅502同埋505咧，佢有兩個戶型都係120平方嘅。入嚟呢個位置同樣係一個收納櫃同埋鞋櫃嘅空間啊。再過翻嚟啦，其實佢嘅對流我哋感受下個露台先。呢個露台會更加大，而且咧佢唔會話你唔使擔心佢呢一戶有個位置突出嚟，遮擋咗你自己露台嘅景觀。再加埋咧，觀眾朋友，我哋要留意下呢一啲細節位啊嚇。而家咧佢嘅露台咧係用呢一個鋁合金不鏽鋼，再加埋我哋嘅雙層嘅大玻璃，咁樣你嘅觀景面咧，你會更加之舒適嘅。有部分發展商咧，佢可能係砌牆嘅，砌磚牆咧，咁你就冇呢一種嘅大玻璃面嘅觀景感覺啦。甚至咧好似我哋示範單位咁，而家好多都推咗佢嘅封窗但係呢度咧封咗出嚟咧，佢成個觀景面咧會睇得更加之開闊啊！由呢度咁樣望翻過去，呢一戶咧05咧就東嘅，02咧就係朝西嘅，但係02嗰戶咧就好似我哋嘅示範單位一樣啦，佢望翻出去個河堤咧，佢就冇太多嘅遮擋啦。咁睇下02同埋05之間你係點樣選擇啦？佢嘅總價大概係170出頭，睇樓層啦，咁你睇翻樓層啦，再加埋當時嘅一個折扣優惠啦，你預嘅170幾咧，呢個係餐廳位置啦。我哋過翻嚟咧，呢一個就係 OK 嗱，呢一個咧就係佢嘅露台嘅空間。咁我哋啱啱喺示範單位過嚟咧，露台呢度咧望出去咧，就嗰個視野咧就會開闊啲咁但係呢一側咧係東南位嚟嘅，廚房咧就 U 字形嘅，佢冇做到交俾你就係我哋呢一個嘅有推拉門實體牆嘅一個大廚房。其實而家你唔剝佢成個廚房都好大，我覺得成個空間係好足夠，因為120平方如果喺坦洲揀啲120平方嘅面積咧，你預咗170萬咧，就真係春城嘅啫。而家170萬左左右右喺坦洲係有咩可以揀呢？中澳春城呢一個120平方南北通嘅4房啦，佳景康城嘅105平方嘅3房啦，各有千秋咁咪唔知你哋會中意邊一個發展商或者戶型會多啲啦？過翻嚟睇下佢嘅客廁其實成個空間係都足夠闊落嘅，同埋佢嘅細節位咧都同你畫咗條呢個排水槽啦，4房嚟嘅，呢一個係做到4房嘅設計。再入翻嚟，呢個係成個戶型最細嘅一間房啦，朝東北位嘅，成個戶型佢係南北通。我哋呢一個咧就係朝南，可以睇小區、睇園林。呢間房大概係8個平方啦，80尺左右啦，所以佢成個戶型咁。如果你好似按照示範單位咁樣，呢度剝咗佢或者用咗好多玻璃去間牆咧，你成個開闊感咧會更加之闊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係要居住或者係休息做客房嘅，其實而家發展商成個戶型嚟講咧都 OK 嘅。咁你只要做少少嘅軟裝啦，去修飾咧就冇問題。呢個洗手間我就幾中意啦，呢度仲送咗1個平方喎，大玻璃面。呢個洗手間係真係夠闊睇下3面嘅幾人櫃一個洗手盆，但係都夠晒闊嘅。佢左右前後呢度呢幾側好多地方俾你擺嘢。呢個戶型係幾好嘅，夠光猛嘅。其實成個光再過翻嚟咧。我哋有冇留意到示範單位係做咗個衣帽間㗎嘛？
3露台設計，如果你自己唔駁咗佢，你可以有3個露台喺度。以後我哋嘅6期啦，阿榮過嚟啊，攝影師過嚟啊。中澳春城咧前資開發嘅，即係冇同銀行借貸，所以佢嘅建設速度咧係好快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仲有好多工人喺度。你可能下一次 Jason 帶客過嚟或者再拍攝咧，棚架已經拆晒㗎啦。之後就到呢2棟，再然後咧就到幼兒園啦，配俾政府嘅一個配件啊，再加埋呢邊嘅園林綠化因為中澳春城都接近係尾聲啦。咁其實按照佢嘅一個銷售進度，喺坦洲舊年網簽好似係排行第2定係第3吧？唔係成個中山成個中山坦洲就國際花城網簽排行第1啦，之後就中澳好似係排第3嘅。按照中澳春城咁樣嘅一個銷售進度咧，平均每個月現時2025年都仲有係30幾到40套之間嘅，30大幾吧。呢幾個月大家都知啦，市場環境佢高峰嘅時期好似2025年隨便都有50-60套但係按照而家嘅銷售進度嘅話，1年時間可能就呢一期都會全部會清晒，或者發展商有時候會有活動嗰個去貨速度咧會更加快嘅。我哋睇翻呢一個大嘅主人房咧，南北通相當好用嘅，係咪？咁今日睇嘅係我哋嘅中澳春城現時戶型同埋樓層最多可以選擇嘅44棟3個積，81平方嘅大兩房3開間朝南，89平方嘅東北朝向無遮擋嘅河堤景觀3房，以及呢個120平方嘅南北通嘅4房戶型。佢嘅總價由120萬、130幾萬到170幾萬。我覺得呢個性價比係比較高嘅，即係當然唔能夠攞2年前去對比咧。但係如果你話想近拱北關口、港珠澳口岸、珠海市中心，中澳春城其實係一個唔錯嘅選擇。首先我哋近2年幾以嚟，大部分嘅客戶群體都係港澳嘅。你禮拜6日過到嚟睇樓、收樓、驗樓、小區散步，喺度打網球、羽毛球，好多都係睇到港澳朋友嘅身影。佢雖然唔係話裝修標準最豪華嘅，但係喺戶型嘅通透性、成個景觀嘅光猛度、樓間距，我覺得中澳春城係喺坦洲係冇乜太多嘅呢個競爭對手。你嚟過你可以感受到，其實佢嘅一個樓間距係真係做得好舒適嘅。當然佢唔係話將個園林打造得好豪華，或者係好多名貴綠植，但係人哋係一種簡潔舒適。因為樓盤冇100分嘅，每個樓盤都有佢嘅優點以及係缺點嘅。再加埋就佢好多個戶型咧喺坦洲係冇乜選擇性嘅，即係我覺得佢3個戶型喺坦洲嗰個性價比係比較高嘅。OK，Jason 呢一集咧就介紹呢個3個戶型到呢一度啦。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 WhatsApp 俾 Jason， 或者係打 Jason 嘅電話，加 Jason 嘅微信，大家交流下、溝通下，甚至我哋傾下大灣區嘅生活飲食都冇問題嘅。OK，拜拜。